咩話？你以為西門町得一條街、彩虹馬路同埋夜市咁簡單？錯啦，好多香港人只係玩到西門町嘅30%。今日我哋就帶大家發掘最齊全嘅西門町12大景點攻略，由熟悉嘅經典地標到好多人都錯過嘅隱藏版，影片越後越精彩啊！我哋一齊由熱鬧行到寧靜，由打卡行到文化，即刻出發！喺2019年，西門町捷運站6號出口劃設咗呢一個彩虹地景，象徵台北市喺尊重人權、提倡性別平等同性別友善嘅積極同埋努力，亦都令呢度成為台北嘅熱門打卡景點啊！大家行經西門町一定唔好錯過呢一度啊！西門町大家好熟啦，西門紅樓大家亦都外牆影過相啦，相信到大家有冇入過去呢？呢一個接近82年歷史嘅3級古蹟，如果淨係喺外圍嘅紅磚牆打個卡就走，就真係太浪費啦！今時今日嘅紅樓已經係台灣指標性嘅文創以及藝文據點，帶大家入去兜個圈啦！有間咖啡添嘅喎，而咖啡啲凳呢係導演凳嚟嘅，哇好正喎！天外有天，穿入去呢，哇呢邊仲大，成個商場咁樣，有天然光透入嚟。啲番梘整到靚到好似寶石咁啊！好得意嘅飲品袋啊！用透明手機殼就可以買呢一啲手機殼夾片啊，叫做。上去望埋先，側邊都依舊係半身紅樓嘅紅磚牆。哇，咁正嘅有標本喎！仲有啲用酒樽製作嘅商品。台北嘅話，明信片嘅世界，好似依家夏天嘅日子咧，行到出晒汗，好熱啊！可以入嚟涼下冷氣。有30-40間呢啲自家文創商品咯，全部都係好大分別㗎，所以我覺得都幾值得行。咁文創係啲咩呢？文創就係一個地方嘅文化融合佢嘅藝術品咯。咁所以大家會見到啲產品咧係有台灣文化氣息嘅。呢間叫我只在乎你。咁樣點樣為之文創呢？例如啦，乖乖零食大家食過啦啩？咁呢就係一啲台灣特色嘅小食啊，古早味小食，用一啲台灣特色嘅食品啊、文化、生活啊等等嘅東西融合藝術。嗱，王子麵變咗洋子麵，大家見到呢一啲就係文創商品。裡面仲有保留本身紅樓嘅紅磚牆啦，大家見到鋪頭裡面都有㗎。大家行經西門就入嚟兜個圈啦，借廁所都得㗎。西門町夜市同好多傳統嘅夜市唔同，佢哋嘅美食多數隱身喺巷仔之中，仲有好多流動小販營業到深夜㗎。有時仲會見到香港久違咗嘅走鬼啊！哇！喺着緊火嘅黃金爆汁雞腿，哇！臭豆腐呢個係，跟住然後緊接嘅咧就係呢個葱油餅啊！喂，大佬賽馬咁樣嘅你講到，就係呢個甜不辣啊！而豐富嘅街頭娛樂，亦都係西門町夜市獨有特色之一。一路掃街，一路聽歌睇表演都幾好啊！呢度除咗有一啖一粒嘅臭豆腐，我哋最中意食嘅就係馬薯啊！哦，黑砂糖花生，好好吃。介紹完夜市，就帶大家去動漫迷或者大細路最愛嘅萬年商業大樓。溫馨提示：呢一度嘅夾公仔店都唔好夾嘅，大家唔好跌錢啊！70-80後風格嘅潮流飾品未必啱大家睇，我哋一齊行下卡通動漫精品啊！哇，咁多人嘅，好似以前信和咁樣啊！呢一位大鄉里，請問你睇到啲咩咁驚訝啊？竟然係抽一番相喎！蠟筆小新嚟嘅喂，唔係淨係得模型㗎，小朋友嘅返學用品都有。上邊嘅係海賊王，大家見到，咁靚嘅，跟住到下邊，哇係火影啊，好型啊！跟住然後呢個數碼暴龍啊，哇係暴龍獸機，係暴龍獸、阿古獸、饅頭獸同埋戰鬥暴龍獸啊！跟住仲有呢個墮天地獄獸啊，係男士以前嘅，即係覺得超型嘅嘢嚟㗎。童心未泯，呢度簡直係男士嘅天堂。唔識動漫唔緊要，宮崎駿嘅動畫同埋 Toy Story 識啦啩？唔係啩？頭套都有得扭，抽中周星星都幾搞笑。
LOL 我識喎，吉恩柯斯、阿尼係我以前會玩嘅中老英雄啊！有冇觀眾玩英雄聯盟呢？有。哇！呢間好誇張喎！哇，係超大巨人嘅刮刮樂一番相，高達場。上到頂樓就係湯姆熊歡樂世界，行得攰嘅話可以上嚟放鬆下，玩下遊戲又得啫。呢間名牌精品專賣店好搞笑，咁有名牌袋啦，唔出奇啊！都有啲貴價 Pokemon 卡啦。但係呢張係海賊王㗎，98,000佢8千萬，98,000即係哇，25,000港幣。有玩開皮克敏嘅，記得派啲皮皮拎埋張 postcard 啦。之前我哋去過嘅虎台街洋樓，原來由2024年嘅年中已經閉館維修，暫時未知道幾時會開返，所以冇得同大家介紹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揾翻我哋第一集嘅西門町早餐片嚟睇翻，喺片尾就有噶啦。虎台街洋樓呢係位於台北市中正區商圈嘅法定古蹟，由1910年落成之後呢，最初作為日本營造商嘅事務所，之後呢陸續作為商會、報社、國防部宿舍。我想點杯咖啡啊！相信呢個地方去過西門町嘅10個香港人，有9個都唔會知道。就算去超過10次台北嘅我哋，都係第一次踏足。佢就係日藥本鋪博物館，因為佢隱藏喺西門町門市嘅4樓。由於大家都唔會喺台灣買日本藥妝，所以極少人知道。1至2樓係藥妝購物區，3樓係一個叫做 U 虎樂園嘅地方，目的係設計成為親子互動樓層。而4樓就係神秘嘅日藥本鋪博物館。呢邊有好多打卡嘅地方啊！哇，有啲鋪頭仔喺度，壽司鋪，見到有間鋪頭開檔喎，章魚燒睇先，係啦，章魚燒鋪頭。我哋上去呢個日藥本鋪博物館，係1961年嘅喎。哇！呢個幾搞笑喎，好似等車咁喎，真係。裏面重現翻昭和時期嘅日本街道，兩旁設有復刻版嘅診所、西藥房、中藥鋪、老湯屋、美妝店等等嘅場景。現場仲有 U 虎神社同埋紅色鳥居，呢度仲有免費浴衣可以借用，非常適合喺度打卡影相啊！咩事呢？真係好有心事嘅男人喺呢個古代度，跟我入嚟呢間心永果子屋啊！呢邊咧係有和服可以租借嘅喎，唔係租借，錢都唔使。而呢邊咧仲有浴衣嘅穿着示範，咁大家咧可以喺度着件浴衣，可以喺呢個地方啦，可以影一啲超和風嘅相噶。但係你拖地喎。咁高嘅咩？大家路經日藥本鋪都可以上嚟影下相㗎。嚟到西門町，想揾一個可以瞬間逃離熱鬧、充滿日式感覺嘅地方，你一定要嚟西本願寺公園。呢度原來係日治時期嘅西本願寺台灣別院，係當時台灣最大、最重要嘅日式佛寺。雖然經過戰後多次變遷同埋火災，仲保留咗鐘樓、樹生會館等建築歷史。最地表性一定係呢座日式鐘樓，木造結構配搭周邊嘅環境，感覺就好似去咗京都咁樣啊！呢邊長期都有展覽舉行，吸引咗好多本地人同遊客參觀㗎。館藏文物展。如果有屋企人中意睇啲歷史嘢，又或者當代文物嘅話，呢一度真係唔好錯過啦！呢個大道情觀音公簽筒咧，好似平時我哋飲幸福堂有得抽嗰個台灣文化局嘅服務啦。咁我哋入嚟玩可以抽小禮物咯。就係咁樣無啦啦中咗頂 cap 帽，多謝晒。啱啊！今日出面太陽好好啊！啱啱嚟到台北市立文獻館啦，咁原來發現咧佢哋有導覽服務嘅喎，而導覽服務咧你可以唔係淨係呢個圈，成個台北入邊有20條線，只要夠10至15個人咧，就可以用一個程式去申請啦，去申請一啲導覽員可以同你介紹個區嘅歷史啊背景咁樣嘅，所有嘅資訊咧我哋放喺資訊欄度。佢個重點係免費啊！如果你係一家人或者一個團體超過10個人咧，咁你就可以申請呢個服務。第8個景點。嚟到西門町，好多香港人都會錯過一個超有特色嘅打卡區，就係美國街。冇錯，雖然佢唔係一條正式叫美國街嘅街道，但係本地人同遊客都習慣咁叫。
佢主要係成都路同附近幾條小巷組成，充滿復古美式風情。你一入到呢條街，就會感覺好似突然間去咗美國80、90年代嘅小鎮啊！兩邊都係老舊嘅紅磚樓、復古鐵皮屋，仲有好多彩色塗鴉。無論係日頭定夜晚，畫面都好有電影感，非常適合中意影相嘅你哋。無論你係高達迷定係鬼滅迷，呢度都有打卡位，令到你非常興奮啊！喺隔離嘅台北市電影主題公園，裏面仲擺放咗一隻3層樓高嘅哥斯拉裝置藝術。唔係講笑，行到面前睇都幾有視覺衝擊㗎。相就影夠啦，仲有啲咩好做呢？如果想消磨時間，去旅行期間都可以揀返套戲嚟睇。喺萬壽里呢一邊就連續有3個影城俾大家選擇，電影院仲有打卡位添，估佢唔到咧。而呢條電影街係連住美國街㗎，喺豪華影城對面嘅巷仔轉入去就係啦。跟住落嚟同大家介紹嘅幾個景點係近台北車站。喺大家行經北門嘅時候，有冇留意到呢一座咁靚嘅建築呢？呢一座原先係台北北門郵局集郵服務中心，係3級古蹟嚟㗎。後來喺2020年改名為郵政博物館台北館，係一個親子互動嘅郵政展覽館。你講得啱啊！夏天就係嚟到啦，經過嘅時候可以入嚟嘆下冷氣，順便可以俾小朋友放下電。呢度係免費參觀嘅，現場仲有打卡嘅位置、郵筒展示區。你仲可以喺度買到一啲特別嘅明信片同埋郵票。如果大家行完唔夠喉，而且對台灣嘅郵政好有興趣，推薦你去郵政博物館嘅總館，位於中正紀念堂，步行5分鐘，嗰邊足足有6層㗎。如果你諗唔到買咩手信呢，喺呢個郵政博物館度仲可以自製郵票啊！30分鐘就可以完成。買完紀念品打完卡，我哋去下一個景點。呢邊呢就係郵政博物館啦，然後對面就係台北記憶倉庫啊，呢個跟住再前啲呢，其實就係台北車站嚟㗎啦。呢座興建於1914年嘅建築，前身為日治時期嘅三井倉庫，經過喺2018年嘅翻修之後，而家叫做台北記憶倉庫。裡面仲有一間川流之島咖啡廳，你仲可以試埋呢邊嘅招牌蛋糕古蹟雞蛋糕。不過裡面倉庫展示嘅物品唔算好多，主要保留日治時期建築特色為主。裡面仲有一啲互動設施，可以留低你嘅聲音或者文字。呢邊有個記憶留聲機啦，我哋前面有個咪。如果你係想成為呢，即係可能歷史一部分啊，咁你可以喺度揾工作人員啦，咁就用呢個咪記錄低你自己嘅台北故事咯。呢度仲有個記憶文件夾啦，就係將想分享嘅台北故事用書寫嘅方式記錄低。佢又寫咗屬於自己嘅台北故事啦，連台北車站嘅故事都有得睇添。呢個係100年前嘅。K 分級號到此一遊，唔知大家嚟嘅時候揾唔揾到我嘅筆跡呢？都係嗰句，如果撞正天雨，又或者天氣好熱嘅話，不妨入嚟飲杯嘢，涼下冷氣啦。由呢邊行過去，對面就係台北鐵道部園區，又係紅磚牆咁樣嘅呢度。冇錯啊，下一個景點都係好近嘅咋。國立台灣博物館鐵道部園區見證咗台灣嘅近代歷史。2007年獲指定為國定古蹟之後，經過多年嘅翻修，終於喺2020年同大家見面啦。首先睇到嘅係建於1918年嘅鐵道部廳舍，呢座下磚上木嘅建築運用咗當時最先進嘅建築技術啦。對於鐵道迷同親子家庭嚟講，呢度簡直係天堂啊！館內嘅鐵道文化常設展還原咗莒光號車廂嘅真實空間，令你感受到舊時搭火車嘅感覺，仲重現咗舊時代嘅月台同埋售票處添。買飛唔該2張飛。而人氣最高嘅莫過於1:80嘅鐵道動態模型展。鐵道會定時啟動，重現1970到80年代嘅台北車站周邊嘅繁華街景，睇住迷你嘅火車穿梭喺中華廣場同埋線型車庫之間，搭配埋晝夜燈光變換，真係會令到大人同細路都睇到唔捨得走啊！眼瞓仲可以喺度瞌陣添，唔好瞓住啦！呢度仲有好多展覽睇㗎，就係介紹台灣100年嚟嘅鐵道啦。兒童展蒸汽夢工廠，哇，可以入去玩嘅喎，睇下先。哦，哇！小朋友樂園咁開心嘅。除咗有積木玩，仲有小火車坐，小朋友嚟到一定好開心啊！不過呢架車睇落有啲燉喎。可以睇到當時木造橋嘅模型唔算好特別，特別在於你可以試下喺上面行啊！
撳啊！佢個現實咧就話唔撳得，一撳咧就拍到責任，但係佢而家就指住係咁閃閃閃，即係咪要我哋要去試下咧？試下啦，挑戰下法紀。大家放心撳啦，冇反應嘅。參觀完博物館覺得意猶未盡，不妨喺手信店度買翻啲紀念品翻屋企啦。如果覺得我哋嘅片唔錯嘅話，可以訂閱一下支持我哋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